狮仔王甲虎仔王。伫印度西北边有一个所在，有一个足大片的树林。树林的东边住的是一只狮仔王，西边住的是一只虎仔王。这片树林伤大片，住东边的狮仔王无熟悉徛伫西边的虎仔王。狮仔王甲虎仔王，因拢有因足侪的好朋友。虎仔王的好朋友是一只猫仔，也阁有阿狗柯鱼。狮仔王的好朋友就是娜娜、山猪碰爸、鸟仔、高山仔。有一天，高山仔散步，行啊行啊，行到足远足远，远啊，伊拢毋知影迄是啥物所在，因为伊毋捌去过。伊伫遮发现足侪金蕉，看到一大片的金蕉树啊，伊就伫金蕉树骹食金蕉，食甲会海亲像，伫树顶海来海去。伊搁咧树尾食金蕉，就甲金蕉皮弹落去涂骹。这个时阵，虎仔王的好朋友阿狗行过来，阿狗行路无细力，踏着金蕉皮煞跋倒去。阿狗讲：涂骹哪有金蕉皮？是啥物人甲金蕉皮乱弹落来遮？实在是不应该。阿狗想来想去，想对树仔顶，看到高山仔咧食金蕉，当着阿狗要甲高山仔理论，弹，高山仔甲金蕉皮弹伫阿狗头壳顶，阿狗风火刀划高山仔落来。阿狗讲：我是遮树林内底上厉害的虎仔王的好朋友，你是啥物人？而且这是阮的所在，你安尼乱弹金蕉皮，害我去骨倒。高山仔讲：我毋知影虎仔王是啥物人啦，毋过我的好朋友是狮仔王哦，伊才是这个树林上厉害呢。阿狗甲高山仔弯来弯去，搭喙角，落尾因拢足生气。高山仔就讲：无，你去找你的虎仔王，我来去找我的狮仔王，甲因找来，看啥物人较敖。过无偌久，狮仔王带娜娜、碰爸、鸟仔、高山仔来啊。另外一边，虎仔王嘛带猫仔、阿狗，也阁有柯鱼过来。两边看来拢气噗噗，尤其是狮仔王甲虎仔王，虽然真威风款，毋过看起来敢若有淡薄仔生气。这个时阵，狮仔王先开喙，讲：原来你就是虎仔王，真失礼！我的好朋友高山仔来恁遮无先招好，搁伫遮食恁的金蕉，嘛害你的好朋友阿狗兄跋倒。我伫遮甲恁会失礼，请你莫见怪。虎仔王看狮仔王先下失礼，伊的面色看起来嘛无生气啊。虎仔王讲：无啦，无啦。是阮较歹势，阮毋知影，原来狮仔王嘛住伫这片树林底。阮阿狗是有较冲动啦，伊就想讲伊跋倒足疼诶，毋知会气喘喘，要找伊理论。阮嘛有毋对诶所在。虎仔王阁讲：狮仔王，你诶头鬃实在是真好看呢。你的头毛长长，有够缘投。狮仔王互人学落啊，足欢喜，因为虎仔王保伊立身。
狮仔王讲：无啦，我的头毛长长，热天的时阵就来啦。你看，你虎仔王头毛遐尼短，看起来足漂皮呢。安尼热人拢袂热呢。这个时阵，虎仔王嘛足欢喜的，伊嘛去互人学落着。虎仔王讲：啊若无，咱后摆小少去对方的树林佚佗，咱的好朋友嘛做伙来去，好无？狮仔王甲虎仔王拢真有智慧，因两个都是王。若是因两个拢气噗噗，开始相拍，因的好朋友嘛会参咧拍，是毋是所有的动物拢会受伤？啊，若是无死去，受伤都会无骹、无手，也是无目睭，是毋是足可怜？咱爱定定讲好话，定定为对方设想，爱活实咧，徛伫对方的立场去设想，安尼咱就会当有较济好朋友，袂食甲人冤家。